以敵人之血染吾之長槍。好啊，三國之戰啊，有個分享啦。S 啊，財貴啊，仲有一日就1個月啦。咁貴財貴咧，等等係好嘅，排第180，同盟排第6。跟住今季嘅戰況咧就冇乜白葉啦，咁應該得加埋晒嗰啲其他盟，即係同盟嗰方面嗰邊加埋，應該有60個位好似係啦，咁就係咁咯，戰況膠着啦。當其他好多都已經停戰嘅時候，我哋仲打緊嘅，咁但係就都冇乜進展㗎啦。應該我估都係差唔多環境維持到季尾㗎啦。主要今次呢個片係想抽下呢個什麼號上千軍啊，希望可以拍片途中攞到5000啦。因為之前開呢就冇拍過，之前開嗰幾個好似係攞3個包呢，全部都係啲咩50、100嗰啲咁嘅嘢。唉，嗰啲手筆出得咁低，真係好難玩。好啦，嚟啦，係啦，嗱又係50、100啊，有3次機會50啦，係嘛？好好，50、100，正啊，正啊，正啊，就係咁啦。咁基本上就係結束呢個回合啦。自己嗰啲金豬抽，哇，仲好啲啊嚇！每月登錄25日都仲有啲金豬收下。好啦，今季我估應該都分享到咁多啦，期待下一季開放再同大家分享啦，拜拜。